各位乡亲早早，欢迎收看今日9月23公司第一台早起新闻，我是柯幸珠。先开始，咱来看咱台湾羽毛球的球后戴资颖，昨昏伫中国羽毛球公开赛女子单打的冠军战，拄到西班牙的前球后马林，结果输去，摕到第2名。也毋过伊即礼拜的世界积分阁8冠，所以世界球后即个位伊阁摕转来啊。 两面拍位倒边，两面搁拍位正边去，互对手回球挂网。台湾羽球高人戴资颖伫咧中国羽球公开赛女单决赛对决西班牙前球后马林。卫冕下骹戴资颖头一局是一路领先，用网仔头前的射入球，搁加上后场的长球，扰乱马林的节奏。戴资颖上侪摕到7分领先，以21-14胜赢头一局。来到第2局，戴资颖一开始就小连线摕到4分，取得领先。不过马林伫咧比赛的中段也小连线摕到4分。 甲比数6互平，而且伫咧15-15平手的时阵，小连线摕到3分。马林最后也顺这个势，甲这个局点输落来，以21-17赢倒转来。伫咧决胜局，双方伫咧比赛的前段6摆平手，马林伫咧14-13一口气小连线摕到5分，互戴资颖是袂负力。最后戴资颖就以18-21输去，摕到亚军。不过去年拍入去4强的日本女将山口茜、奥原希望，也有中国女将陈雨菲，拢提早出局。戴资颖虽然甲本季第3个冠军无缘，不过累积分数来到10200分，互伊伫咧这礼拜的世界排名会使爬起来3个名次，将做伊生涯第3摆登上世界球后。 伫咧网球场，台湾2组的女将张永然，也有谢淑薇姊妹啊，伫咧日本奥萨卡的环太平洋女网赛就演宝岛内战，结果排伫咧大会第2争击的张家姊妹啊，是以2个7-5，甲谢淑薇姊妹啊拍败。这是张家姊妹啊头一届伫咧这一站摕到冠军，也是2个人生涯第14次 WTA 女双冠军。记者综合报道。 世界乡亲来去现报纸，咱来看今仔日的早报重点。先来看《苹果日报》。台塑集团创办人王永庆在世时，用伊老爸名成立王中坚基金。2014年到2018年，收到台塑四宝现金股票利息35亿外，其中有13亿捐予基金会，摕去做善事。也毋过这13亿内底，9成8捐款拢是捐予王家的基金会。 较济，洪志基讲是正手互倒手，也毋过王家背回讲，这个钱真正有摕去做善事。来看《自由时报》，要加强管理公务员去中国，内政部修法要先增加几哪项爱通报的规定，包括爱去加去接触到自本无申请到的中国党政军人士，也是有接受邀请去中国的政治机关，返来台湾了后7天内拢爱事后去通报。 另外，未来若有去经过中国去转机，也是去中国的港口转船，嘛爱申请甲通报。来看联合报，建富公司宏基控股做纳瑞监，超额贷款63亿。高雄地方法院这礼拜5要宣判，不过当事长陈庆南顶礼拜讲伊中风，希望会当交保。也不过法院认为讲伊无遐尔严重，而且伊有选去的可能，所以裁定延押2个月。 来关心教育部，伫之前有通过私立高中这个学费，自108学年度开始要起3%，因为高中制是属于12年国教，所以这钱是政府由教育部来出，所以无差。不过民间团体认为讲，不少私立学校财务无明，嘛搭老师甲员工的权益，教育部应该先了解再补助。 14年无调整的私校高中职学费改革下，教育部正式拟定通过，私立高中职学费自108学年度起3%，调整了后学费上限来到新台币23484。教育部强调，因为配合12年国教上路，推动高中职免学费方案，这摆起付由教育部补助，袂互家长甲学生的负担变重。108年的话。 是那个1.07亿，109年的话是4.1亿，
10年国家免学费，它是同一个经费。教育部表示，因为去年军公教人员调薪3%，私立高中及教师的本俸薪水也比较调整，教育部才开始研究检视核准私校起学费。去了后，今年8月起适用，预计到明年底，教育部爱加支出5.8亿的经费。那调高的同时，我们希望说政府能够发挥所谓监督的角色，让这些私立高中者不至于说为所欲为，随便克扣老师的薪资待遇。民间团体认为，真济私校财务状况无好，地税原因、经营问题，也有部分的私校伫学费之外，加息一寡并无收钱，收了钱却无一定用伫办学，呼吁教育部爱更加严格监督私校营运。记者综合报道。卫福部宣布要放令登记照护的幼传服务申请标准，有请外劳来照顾重度失能的家庭，未来上济会当申请21天的规工幼传服务。长期照顾服务搁再增加好消息，未来请外劳照顾第7甲、第8级失能者的家庭，也应该申请暂时休困这个服务，初估对着179000人会有帮助。这阵暂时休困的这项服务，因讲是全部无包括请外劳的家庭，只有家己一档大的老人甲70岁以上重度失能者应申请。这阵确定搁再放宽。我们现在估计经费大概全部的使用到明年，预计是3亿8千万。所以经费原则上是由卫福部的长照发展基金和劳动部的就业安定基金，那各负担50%。卫福部2礼拜来对长期照护是释放出3项好消息，包含补助使用用个大的机构上悬每年领6万，也另外对着身体障碍人士使用照顾服务予以补助，上悬每个月是8499块，这摆搁再降低这项服务的标准。民间团体是乐观其成，不过也认为应该更加放松这个服务的对象。全面开放，然后不要有这种30天等待期的这个限制，例行性的喘息或是紧急状态下的人力替代都是非常重要的。也不过医界是烦恼，这阵照护员的人数恐惊无法满足长期照护这个需求。而暂时休困的这项服务是短期派遣，除非特别设置专门负责的单位，那无未来可能出现符合资格，也不过无法申请的困境。记者综合报道。再来关心天气，今仔日是24节气的秋分。人讲秋分天气白云多，处处欢声歌好好，只怕处日雷电闪。东来米价贵如何？就讲今仔日的天气真重要。今仔日秋分日时甲暗时变长，不过今仔日过了后，日时会愈来愈短，所以天气嘛会豆豆啊凉凉啊。今仔日天气安怎？咱来看分图。这礼拜咱共款受到东北风的影响，正方面的北部、东半部有局部短暂雨，伫中南部的山区过到了后嘛有局部短暂阵雨。其他的所在，譬如金门、马祖，拢是侪云到好天。在温度的方面，今仔日各地低温是22度到24度，北部甲东半部高温是26度到28度，中南部的高温有32度。也毋过日夜的温差有较大，所以乡亲一定爱脱衫。来关心联合国气候高峰会，今日要伫咧美国举行，因为即马寒人无够寒，气候暖化，冰直直扬，海水嘛直直升悬，影响各地沿海的城市，有的沙堡已经无去啊，也阁有伫咧海边的庄仔头，强要互海水淹去。海边的草厝啊，加村街啊，这是巴基斯坦克拉奇的烟花小店盖地本德尔。伫几年之前，这个一片草厝啊，四周围拢是田。不过因为天气变化，南北极冰扬真紧，海冰面就变悬，淹到小店甲田，和过去的田即马拢变做是落个梅。Pote pani chaliu, po bod po sai gara kon chali sa gyasi po chete bant me piayu. Atwe ta te abia sai kone kumara bant na timele. 当地政府不伫1994年伫正起爆发，不过也是无得做动，海冰面变悬，海水渐要甲田变做是落个梅，都有真侪民众刷起悬的所在大，但是海水或者农业渐渐消失，不伫只青山红米出名的米价嘛加存为止。原本进产的民众转去发展渔业，或者是离开故乡。巴基斯坦国家海洋研究所表示，南极洲的冰山以真紧速度扬起，为1992年开始，已经有3条洞的冰消失。
到这个世纪结束，江西南基州的海平面都可能增加16公分。若是南基州的海平面变高，巴基斯坦的海滑线对面对靠海水引起风险。And this is really alarming. We need to work out the study of these phenomena for the mitigations, for developing safe lines and infrastructure. Because if it hits Karachi, Karachi is a lifeline of Pakistan. 在埃及亚历山大港，因为同款的原因，和海沙堡消失了轨迹。亚历山大港因为特别的三面宽海，后边是乌的地形，和这个埃及第二大城，更加会受到海平面变高的影响。当局嘛，伫最近赶紧伫沿海地区增加靶上架，防止问题发生。وبالتالي حماية الشاطئ من أي نهر مستقبلا وتكوين كورنيش أو بلاج رملي مستقبلا للشواطئ اللي تم فقدها نتيجة تعدي البحر على شواطئ اسكندرية. 有超过500万人口，甲埃及40%工业产地内亚历山大港有真侪古迹，亲像20世纪起的魁北堡顶。为着防止变高的海平面影响城市内水路，去影响城市内基础建设，当局嘛伫2012年阿拉伯之春的动乱了后，替增加烟花的防范设施，花超过120亿美金，希望会当减少气候变迁对城市影响。记者综合报道。镜头搁倒来咱台湾，保护环境，昨昏有真侪人伫中华滨海的沙坡捡粪扫，结果伫沙坡发现一只死猪仔，赶紧通报。农委会初步事件判讲，应该毋是中国来的病死猪仔。早起8点，对中华新港到丰原有不少民众规家大细出动来参加中部西海岸的大情报活动。前人斗阵对海平挖出这排练啊，就是惊讲这废弃物会伤害到海平的这生态。来参加的民众有中华在地人，也有对台中来，大家目标拢是相款，就是希望希望这所在清洁环境。要在一年来个3、4次，应该才可以进。为什么想要来做净滩？是因为现在全球暖化、全球环境有很大的问题。我觉得这是我们每一个人的责任。盐湖伫大城乡西港村鱼寮溪口，有学生发现敢若是死猪仔，马上通报。伫现场的按顺队人员马上依照防检一停师穿着防护衫，甲防锁线揪起来，管制现场人员出入。农委会甲动防所人员派员来勘查，初步断定毋是中国的死猪仔漂过来。从大陆飘来的这个几率是比较低，从鱼寮溪的上游，那可能有民众遗弃或怎么样，让这只猪漂流到这个出海口附近。这摆大情报活动总动员6000人，对中华大渡溪南岸南到泸水溪北岸69公里长海岸线被降低塑胶的污染，也有海中废弃物在粪扫。总计有39吨。那在这之前，其实公部门已经清了1400公吨的垃圾，捡到最多的垃圾是保利龙，而且保利龙已经粉碎到比米粒还更小的细小的一个分子。垃圾里面我们看到有1/3是可以回收再利用的。而这摆活动也发现有一寡饲猪的人乱扔死猪仔。中华县政府讲，若是抓到乱扔死猪的人，会依照环保法规来解开发。记者综合报道。当年若开始找东北季风，中华新港的乡亲就真艰苦，讲因食饭搅沙拢无过分。除了大渡溪河床有风杯沙夜夜杯，去年附近阁有一个沙石仔场，即马风若较透，风杯沙阁较严重。这1、2点钟，门口口的沙就真多，民众怨叹，敢若是永远都清袂了。你讲我低扫，会知影这来去，这头子扫。就算是平常时的窗仔门拢关起来，毛不就主动土沙飞入来。哎呦，那叫蛤蟆咧？规个乌的。中华新港民众真痛苦，主要是去年开始，乡内出现一组沙石仔堆地上了后，风杯沙情形变加真严重。那厝内外拢是沙，鼻仔甲目睭嘛过敏无爽快。几落摆向沙石仔业者反映，要求看房啊，或者是喷水改善。对方表示是天气因素，因无法度处理。原本大家的出门，敢若个袂输香港就戴防治面具安尼啦。政府爱甲阮顾阮这村民，对毋对？像即款的空气，连面一寡鱼连面嘛排了去。来咧搬啊，快咧搬啊，搬做一个卡车载来嘛。一直搬，在什么物件咱唔知啦。一旦若北风来，阮就无法当大只乌嘛。结果伊唔采到，也唔插阮。
中华县环保局表示，稽查了后，这间沙场啊对地场无够违法的标准，护军狗大多可以合成，烘焙赛进行，未当讲拢是沙石业者的问题，无法度用废弃物清理法处罚。那目前堆置的大概没有超过那个空气污染管制的一个标准。那第二天环保局在去的时候，他已经着手进行在做覆盖的一个动作。新港民众希望县政府提出公权力，未当用这个作为协助地方解决台北东北季风来，都拢是烘焙赛困扰。记者综合报道。咱台湾的价格人伤济，甘肃的管理员甲收容人的介护比例是一个爱管10个，这是比日本、新加坡拢悬。人济，代志就济，嘛有过路的问题，所以即马基层的管理员伊要团结，争取家己的权益。伫国内担任甘肃管理员，面对达到1:10的介护比，关过日本的1:5.4，甲新加坡1:5.9，工作压力大，工时也真长。每一摆勤务达到25点钟，其中16点钟认定是工时，9点钟备勤无计算定工时，要过休困的时间真散，随时爱出勤，互甘肃管理员感觉费汗甲过劳。那因为人力不足的关系，又常勤务，会有额外的勤务，会常加班。那我最高纪录有上到14、15次班，就是25个小时。甘肃管理员指出，最近编调机制做出调整，致使有一寡基层同仁无法度顺利转调，呼吁法务部矫正署应该公开说明，若无，互未少苦苦等待真久的基层感觉怀疑也未了解。那对于说现职的能调走的，对他们最大不公平性就是说，他这一次没有走，他想回去那个地方的时候，他可能还要再耗5年或6年。部分甘肃管理员出面成立业前工作权益促进会，提出工时工资正常化、编调生产透明化等诉求。目前国内大约有5、6千名管理员，也毋过加入协会人数犹原无济。有人先站出来，都是希望会当号召更较侪人，当作为家己争取基本权益甲保障。记者综合报道。国际上要紧，咱来关心香港反送中运动。拜6礼拜拢有示威活动，昨昏也有人发起机场压力测试，叫大家去香港机场 check in。警方嘛有出动水炮车甲装甲车戒备。国内警察包围一个穿黑衫的人检查，对牌仔内底提出黄色的帽仔，手套要香港革命的手册。最后带上警察车离开。有网友伫网络上发起机场压力测试4.0行动，号召民众到机场 check in， 所以警方唔敢来放鬆，也伫巴士站搭大車上車檢查。3個鐘前嚟到機場咯，佢平日封咁多個站都好擾民㗎啦，即係呢樣嘢係整體嗰個 attitude 嘅問題咯，佢即係成個佢哋嘅決定啊，都係擾民㗎啦，即係唔係淨係封咗機鐵咯。反而佢哋嘅政府比較 control 好啲嘅真，即係方便咗啲旅客。咁你如果開得太多閘口俾人哋入，你又要多人管制嗰陣時候咧，就仲煩咯。機場快速列車今日早起9點開始，敢若停機場站甲香港站。除了機場戒備以外，也有網友發起到沙田新城市廣場甲聯社廣場參加競租，敢若說買賣活動。其中伫沙田新城市廣場有大批民眾集合伫中庭唱歌、大喊口號，後紙號要反映5大訴求，並且希望香港人加油。結果下晡4點，有大嘴暗穿黑衫的人到沙田大會場聽國旗，再佫提到新城市廣場，也予民眾一直打。隨後，又有示威者將烏旗噴烏，並且迄啲糞掃桶，結果去到公園的水池內底，場面是一度混亂。香港警察大約在4點40分入去沙田站，離港鐵也宣布無人破壞車站設施，顧及乘客安全，沙田站是暫時關起來。伫下晡抗議行動，毋但伫沙田，示威群眾分散在青衣、延豐商場、南昌、WeWork 這所在。離到青衣出席國慶活動的政治家內地事務局長聶德權也拄到示威的群眾。為呢個城市，為我哋。聶德權離開現場了後，原先想接受媒體訪問，不過後來又有示威者包圍，所以趕緊上車離開。期間，這車也放起物件，無互伊過。離行政長官林鄭月娥是伫出席國聯會慶祝國慶酒會時講，會用盡全力來防止暴力。反送中風波繼續，因講每禮拜6攏有發生警民衝突事件，爭議什麼時陣會下降，可能暫時也無答案。記者綜合報道。
香港反送中示威一直到昨昏半暝啊，拢还有民众伫旺角的警署外口不爱走，互警方强硬清场。另外，香港上大间做假集团美心集团创办人的查某囝，因为捌公开讲支持政府的言论，即马嘛成做反送中民众的目标。伫咧餐厅的号码机头前一直抽号码牌，想要扰乱餐厅的营业，加入去反送中运动的美心集团，因为美心创办人的查某囝吴淑清，进前捌公开支持政府的所作所为，伊的言论成做示威者锁定的目标。甲号码牌全部连做伙，为广场外口牵落下骹。反送中的民众是一直拍扑啊！美心集团旗下公司包括星巴克、条定，也有翠园等等的餐厅，拢去互拍乱去。有网友伫咧网道顶悬发起机场压力测试4.0行动，号召民众到机场出境，所以警方唔敢大意，也搁伫咧巴士站爬起咧每一只巴士检查。不过机场的状况整体来讲，也搁算正平静。不过22暗时9点外，警民冲突搁一届发生，示威者聚集伫咧旺角警署外口设置障碍物，也搁烧米啊。警方就警告示威者的行为是违法的，而且展开清场行动。旺角站也搁太子站也宣布关起来。伫咧拘留也有逮捕的期间，有人去互压伫咧涂骹，媒体要去翕的时阵，却去互现场的警员阻挡，而且甲记者塞互开，现场是乱糟糟。香港内部的问题是继续得到国际的注意。美国参众两院的外交委员会估计25审议香港人权甲民主法案，香港政治秘书长黄之锋也有歌手何韵诗乐观认为，伫咧年底进前会通过。香港政治常委罗冠聪22半暝也伫咧面册表示，26伊会出席美国联邦参议院的听证会，继续争取国际支持。记者综合报道。另外，伫国际顶悬嘛有真侪抗议，包括巴西、尼加拉瓜、哈萨克拢有抗议当地政府的示威，咱做伙关心。伫里约上大的平民社区，数百位居民上街抗议，因为厝边8岁的查囡仔爱食沙。伫20号一场警方执法行动中，遭到流弹弹着不幸死亡。警方报告指出，案发时无人伤亡。不过社区居民表示，大家拢知影当下发生暴行，并且将目标指向里约热内卢州长韦德。伊还表示，要互警方更较大胆采取行动以打击犯罪。警方已经针对此案展开调查。Nós somos trabalhadores, nós pagamos impostos, entendeu? Nós somos a vida daqui. Não é chegar, ver uma Kombi, dar tiro, do nada dar tiro. 尼加拉瓜首都马拿瓜爆发反政府示威，警方用催泪ga斯、进步弹、手令枪支反制，造成示威者受伤。数百位抗议民众是为了一名去年参加反政府示威游行而不幸遭到杀害的青少年，共声谴责，因要求总统奥德加落台。Nosotros estamos únicamente armados por la bandera, nada más y por nuestra fe. 去年尼加拉瓜爆发执政甲在野两党冲突，奥德加暴力镇压抗议民众，造成至少320人死亡，也有人被关入监狱。哈萨克两座大城努尔苏丹、阿拉木图出现大批民众上街抗议中国对哈萨克日渐增加的影响力。抗议民众强烈反对中共势力，因为中国已经成为哈萨克上大外来投资国木业盘，也被引进几啊间中国工程事业，并且兴建工厂。这场活动是由流亡法国的反对派政治人物阿布亚佐夫发起的。警方已经逮捕数十位参与抗议的人士，并且表示这个人可能会被起诉。记者综合报道。荷兰的大城阿纳姆用伞兵空降来纪念这次世界大战规模上大的空降行动，展现当年的景象。荷兰第二大城阿拉布天顶，日一出现伞兵一个对飞机顶跳落来，以那天为背景，形成美丽降落伞直线。这是为了纪念二次世界大战时执行规模上大的空降行动。今年98岁英国老兵瑞斯·弗利也参加这场纪念仪式，并且向当年斗阵作战、奉献性命的同仁来致敬。弗利参战时才23岁而已，到这阵伊还会记得当年的情况。It was a day like today. Weather was just like this. Lovely sunny day. I didn't land here. I landed at the other
I landed, I unzipped my chute, got up and suddenly realised lying on the floor about from here to that fence were 2 German soldiers with their girlfriends lying in the heather. They were quite surprised to see me. 英国王朝查理斯王子、荷兰太上女王碧翠丝拢出席纪念仪式。参战后兵甲几千名官礼民众看到伞兵成功降落，拢互因热烈的欢声。1944年第2次世界大战，平均7月市场飞航行动想要真紧进攻德国，其中市场行动派出大约35000名英国、美国甲波兰部队的民军伞兵，负责空降夺取荷兰境内主要河川顶面9个桥的控制权。离飞航行动地面增加部队是快速推进。计划陆空会合了后，建立拍通进军德国的路线。想要趁德军还未徛在的时阵，短时间内结束2次世界大战欧洲战场的战事。不过最后步兵无到到位，行动失败。当年伫这所在，大约有15000名民军士兵，也有几千名德军士兵伫战役内底来死亡。而这段过程在1977年由美国的影星苏恩·康纳莱主演，拍做一部有名的电影《夺桥疑婚》。记者综合报道。镜头搁等下咱国内，咱来关心要摒治控总统大选连任。总统蔡英文昨昏伫双北拢有安排行程。针对最近国民党的总统参选人韩国瑜是呼吁讲，朝野爱做伙坐落来参详国家的政策这大方向。蔡英文是应讲，希望伊是真心诚意的，毋是为着选举。国民党总统参选人韩国瑜电影认为，两方应该透过民众交流来恢复互信，呼吁毋通朝野共襄国事。对此，总统蔡英文早起出席活动时回应：朝野共襄国事，上重要是真心诚意，毋是选举操作。朝野共襄国事当然是很好的事情了哈。那执政这几年也邀请过几次，也都没成功嘛哈。那但是我觉得朝野共商国事最重要就是真心诚意嘛哈。那不是选举的炒作。蔡英文认为，韩国瑜若讲要真心诚意，应该爱加参加行政院会，将高雄面临的问题甲行政院好好坐落来讲。行政院长苏贞昌是讲，一个连行政院会拢唔来参加的市长，即马却为了选举，讲要开国事会议。一个连行政院会都不来参加的市长，不会来为高雄市民讲话的韩市长，现在为了自己的选举，高唱要开国事会议，这也太自私了吧！早起成立台南中西区竞选后援会的立委林俊宪，虽然前行政院长赖清德无出席，也不过针对外界关注蔡赖配，林俊宪表示，蔡英文总统未来副手是什么人，也是爱尊重总统。民进党不止总统要，民进党现在赢得总统的几率非常非常高。那民进党对胜选的定义是什么？我觉得是国会你一定要过半，要怎么样做一个整体的布局？这个是党，还有什么总统，要去做思考。林俊宪强调，赖清德平时对初选的过程心中也讲硬约，在未来拼国会过半中，一定也会扮演重要角色，出来全台湾积极辅选。记者综合报道。那国民党的总统参选人韩国瑜，伊昨昏自本无公开行程，却雄雄伫台南出现。伊是替国民党前主席洪秀柱要参选台南立委徛台。这一场前新北市长朱立伦嘛有到位，这嘛是韩国瑜甲朱立伦共头一摆公开去共台，安尼敢有含资格两个人拢无愿意应。国民党总统参选人韩国瑜突然出现，引起一阵骚动。这互参选台南市立委的洪秀条忍不住给念一下。今天突然讲说他要来啊，昨天要想等他来啊，他就说行程赶不上。我说你搞什么东西啊你啊？他在屏东对。洪秀条无改真险的风格，因为政治暗做事暗会等袂着韩国瑜。拜日伊个意外出现，看来甲前新北市长朱立伦同台，三人头一摆合体做事。韩国瑜发出落架民进党，呼吁选民和台南国民党立委洪不让，也毋过无要讲韩朱配，再度将步票寄向总统蔡英文。到了选举到了，交不出良好的成绩单，一样打出顾主权。我们在场台面上哪一个不顾中华民国主权？通通都顾主权。所以，我们这次2020年，我们一定要让无能的政党蔡英文跟民进党要下台。朱立伦经过换条风波，佫是国民党初选了后，头一摆甲韩国瑜公开共台，在人互动引起关注。朱立伦讲无个人恩怨甲心结，听韩国瑜是国民党唯一的家母。
我们国民党的这一次总统大选跟立委选举，母鸡只有一只，就是韩国瑜市长。那小鸡是我们所有的立委，我们都是啦啦队，我们都是助选员。朱立伦将初选的心结撒加里里一直诉求拿军团结赢伫总统甲立委大选。两三个人拢穿着白写字，伫台顶一直有讲话，营造团结气氛。记者综合报道。明年除了要拼总统，嘛要拼立委。台湾民众党昨昏公布头一波区域的立委提名名单，总共有8个人，北中南拢有，平均40岁。立委提名参选人徛开牌，甲党主席郭文铁翕相。台湾民众党公布头一波8名区域立委参选人名单，要让少年人代表民众党来进军国会。区域立委的确是像在蓝绿各有在版图已经占据的状态下，要突围的确是有难度，所以我也认为它是一个很困难的一步。但是这样的凡事要有第一步。这回民众党伫台北市第3选区推出逢甲大学助理教授新住民第2代何景莹对国民党蒋万安甲民进党吴怡农，前台北市社会局机构秘书蔡宜芳讲第7选区 ，PTT 命令50位参选新北市第7选区。台北市政顾问张庆祥参选第8选区，台中第3选区由台中市大雅区上雅里里长张瑞昌出线，苗栗第1选区由朱铁成参选，高雄第5选区由李嘉玲参选。郭文铁认为，单一选区2票制，予两大党包含所有席次，另外以席次无符合政党支持比率，压缩第3势力空间，只有国民党、民进党无过半，才有可能来监督。从新党、亲民党、台联，你知道，一直到时代力量，你知道吗？他们犯的错误就是他们一直在统独的这条轴线上去跟人家竞争，所以我们这次为什么会开始高举国家治理当为我们台湾民众党的一个竞选主轴？因为不能每次遇到困难就推到这种统独上面、蓝绿上面。其实这个国家更重要的是效率、科学、数据、效率、沟通。郭文铁讲，虽然真侪人对无登记连署参选总统感觉失望，但国民众党上大目标就是要挑战国民党甲民进党在恶斗之下产生的问题，你拢会尽力协助每一位参选人。记者综合报道。地方放送头，咱来去嘉义的梅山，大概到假日的时，就有观光客就会到塞车，所以当地乡亲是希望政府在政治附近的照顾客，除了起公园嘛。望会当加一条连外道路。梅山街路的市场早起就有真侪民众甲车辆，这条台3线只要观光客车辆一入来，就会发生塞车的状况。所以乡民希望会当拍通照顾溪边的红线道路，解决交通的问题。像这十来通对梅山街的交通其实真方便啦，嘿啦。无即讲假日观光客多梅山街拢塞车。像即摆太平园区。多迄个下晡时拢塞车塞到梅山街去啊！所以将来会使做一个替代，原来会使做一个替代道路。这条还未拍通的红线道路，对外会当接到云林古坑、嘉义大南甲竹徛的主要道路，而且也会当方便整治照顾客水头水尾爆环。地方人士就表示，这个所在若讲会当建设好，对梅山的交通甲观光有正面的帮助。竹徛起来比一般的道路会更加好，因为车顶会较少，交通会做方便，会促进咱的观光。如果地方有需要，我们就会针对申请案我们会来召开先做现场的会勘，那把问题厘清以后，如果有需要，我们会再召开协调会来处理。官府表示，红线道路是专业用地，主要负责单位也是以中央的水利署为主，会针对道路连接、土地处置、建筑物环节等条件，配合地方甲中央进行跨部会沟通，希望为梅山的交通带来实质上的改善。记者综合报道。为着要掌握海化环境有啥物款的变化，卖当提升污染的有报能力，桃园市政府创全国大省，设立海化环境监测科技中心，未来配合11座海化水质监测站，也有6座海上的监测站，就会当摕到真侪海化环境的资料。大大的电视监控壁显示各项周期性监测数据甲调查资料，这是桃园市首创全国设立的海化环境监测科技中心，除了会当预测环境变化趋势，也会当作为海洋污染紧急事件应变指挥中心。
海岸环境监测中心是我们全国首座运用物联网的技术以及大数据分析能够将调查资料做成一个海岸环境的一个准确的一个预测的一个分析。市府表示，汤远境内46公里的海岸线有真侪珍贵自然景观甲生态物种的栖息地。因过长期欠海洋基础调查资料，为了提供重大开发案审查甲海岸管理政策拟定需求，有必要长期进行海岸环境监测。藻礁生态系存在2个非常重要的因子，第一个就是污染，第二个就是这个漂沙。借由这样子的基因监测，未来不管在预警方面或者说冲击减缓，都可以做到实质的一个功效。汤市政府未来将甲中央气象局以及中央大厦合作，规划伫全市在1条重要河川出海口设置海岸水质监测站，甲6座海上监测站，全面掌握汤圆海域潮汐、波影甲海流，了解海漂垃圾流向，预测油污扩散趋势，也提悬环境污染稽查效率。记者综合报道。云林大比乡有一群高中生，因组一团，用骑脚踏车的方式，带游客去熟悉因的故乡。因要用地方在地学生囡仔角度，带大家去认捌因大汉的所在。好，大比小学生出发！骑脚踏车，这阵在大比乡读册的高中生组一个号做 ACE 的团队，因头一届在地方做导览员，把故乡的故事绍介后来报名的民众。有一寡民众是进前捌住在云林，透过这届活动，更加了解社区。我自己觉得地方创生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然后我自己虽然是在台北长大，但是其实我是云林人，然后之前住过土库，然后也住过台中。但我认为其实现在很多的台北学子就到台北求学的，他后来在台北生根，他就再也没有回到地方。刚刚看了他们的导览还有介绍的时候，其实我觉得某种程度有一种熟悉的亲切感，因为其实小时候自己可能也会在庙附近玩啊，还有什么的，然后还有发现其实可能生活中一些没有注意到的小细节，这是我觉得还蛮不错的地方。为石鼓火车站、泰安宫、古井，一直到杂货店、三秀园等等，一路拿佚佗、拿导览，团队的成员长期到三港推广故乡，就是希望有更较侪人会使深度熟悉大比乡。就是以比较深度，然后贴近当地生活的方式去为游客做一个介绍和深度的导览。那接下来未来呢，我们也希望可以再持续推出不一样类型的小旅行。脚踏实地了解地方的故事，未来这阵大比乡的囡仔，敢要继续规划更较侪活动，甲更较侪人分享大比乡的水。记者综合报道。那伫台中大安的滨海农业区，最近有蓄水真济的货柜，也有一寡插厝的农业区用地，希望会当结合周边的海岸线的景点，包括红树林生态园区、古壳生态公园，也有高美蓝地，互民众伫遐住暝，会当享受一段深度的旅游。囡仔兄、囡仔姐摕5花10色大型的插贴打造家己的城堡。伫边仔的家长也当无闲，伫农业区斗三港烘肉。这是台中大安滨海农业区上新打造的彩色插贴造型的农业场地。我觉得这边环境变得很漂亮，很适合露营，也适合亲子来游玩，我觉得是一个不错的游戏点。除了大安滨海农业区以外，一路沿海线，阁有大安妈祖文化园区也特别起好啊！台中市政府希望串联海线的景点，和滨海休闲区域会使更加完整有吸引力。是我们希望说，透过这个大安滨海露营区希望能够串联我们这个妈祖文化园区，一直沿着这个滨海的这个自行车道，可以连接到高美湿地以及我们这个海洋生态馆。让我们这个整个海线的观光能够串联起来。大安滨海农业区有2公顷这大，总共26座农业的设施，有各种主题的货柜，希望互民众会使来这佚佗，也沿路为海线一直送落去。记者综合报道。台湾食物银行联合会秘书长，嘛是红十字会台中支会的总干事陈介虎，伊投入公益几10档啊！伊甲大卖场超市的概念用伫咧食物银行，整合顶手甲下手，互爱心的物资会当更较有效率。下午9点，台湾新简介文化新台湾，咱做伙来了解。
台湾食物银行联合会成立伫2016年12月30日，由全国48个非营利组织共同组成。其中，伫联合会有2间企业的加入，何物主对大牛变成新鲜的食材。伊来催阮讲，我逐工单调即个蔬菜、水果、面包，甚至鱼啊、肉等等这种物件，伊嘛讲这就拍算的吼。我讲啊，就简单啊，用我网络的方式。因为管出的是新鲜食材，受证者必须要有基本的设备，才会当确保食物安全。我们待会给它分一分啊，然后就是送到科普班去。然后那个菜啊，比较不好的哦，就丢掉。提供帮助以外，秘书长开始想要对减少浪费开始，因此伫各个社区设立爱心冰箱，予有需要的人拢会当来摕。咱以前拢是咧帮助，不过开始我感觉讲，食物银行应该爱进入的一步，就是讲卖浪费，就是分享的概念。社区冰箱是一种分享的概念，希望借由社区食物冰箱关正加出来食物来减少浪费，嘛将剩落来物资分享到有需要的民众手中，嘛期待对社区冰箱找回来台湾的农村精神。记者杨淑晴、林坤明采访报道。公司台记台激头壳的节目全家有智慧，7月份放送以来，真受大人囡仔喜喜。今日下午，公司台记台的主播嘛有组织队去比赛，去拼奖金。到底输啊赢，敢有摕到奖金？下午8点，看全家有智慧，你就知。要来比赛，紧张未？比报新闻更较紧张。公司台记台新闻部。加油！加油！加油！大声喊加油！公司台记台主播专工半时间来录全家有智慧的节目，要斗阵来击头壳拼奖金。我家都不要求，我家都不要求哦。好啊，零三片来赛吗？大条都要。拄着家己有把握的题目，主播队是真有信心。不过由莎莎担任队长，带领的台中台语文协会老师神拜也输人唔输阵，还搁伫咧节目中唱台语的囡仔歌，气势十足。长孙长了啊，黑白亮，细细亮。紧张又搁刺激的台语节目，全家有智慧。若学会着台语文，搁对着即阵的现代流行文化，到底台语台主播团队敢有法度顺利摕到奖金？请锁定今仔日暗时8点，公司台记台14台，全家有智慧。记者阿敏珍、尤怡珍台北报道。台北市的中庆南路进前是真出名的册店，规条路、规条街啊，请影是册店有100多间。要毋过即马大家拢在买手机啊，还有网络册店出来了后，民众买册惯势改变啊，一寡册店嘛挡袂落啊。真亲像一间真老经营45档的建宏书局，伫咧昨昏关门。门口的布条甲告示清楚写着最后一天结束营业。位在台北市中庆南路的老二号建宏册店就要关起来，离日就是最后的营业日。就是很不舍了。像我们这个年纪，你就是以这个在沟通嘛。常来这边买书啊，因为网络的书还是不太能看出它的内容写什么，还是要在实际上的书店，我才会想要买书。为少爱看册人真唔甘，趁最后一天佮再来看卖。建宏册店在中庆南路经营45年，总店2016年结束营业。这间中庆南路册店也陪伴爱看册人行了35年。一楼是咧卖参考甲工具的册，2、3楼有其他的书籍甲文具，册的种类是真多。营业最后一天，店员亲像平常时常款伫咧介绍整理这册柜只工作。这个看起3层楼的册店大约是200平。厝头家对上早期1个月租80万，慢慢降到即阵1个月55万，甚至想要降到45万。要不头家看一了营运的情形，也是决定不要再延经落去了。我一开门就亏本，1年大概300万了。第一个就是少子化，第二个就是网络，都到网络去买。门市的话，你要房租、电费、员工，这加起来开销蛮惊人的。
摕到册慢慢仔看，只是在实体册店看册享受。不过因为即阵囡仔生少，网络册店兴起这因素，互早期拥有上百间册店的重庆南路规排册店，即阵剩无到10间。去年关起来金石堂变做办公室，商务宴事馆变做旅馆。建丰册店的所在，即阵有6间业者伫咧问讲看要走无，最后由什么人来做也毋知影。就建丰册店的未来，也是继续行网络经营。随着大环境的改变，实体册店要安怎继续生存落去，可能要重新找一出路。记者综合报道。保护动物的意识即马抬头，马戏团抓动物来表演嘛，真受批评。也毋过德国即摆有一个马戏团，甲动物亲像是马啊、象，也是高山啊，拢所绘画，用立体投影，效果袂输甲真诶共款，真受观众的娱乐甲喜意。这只象叫一声真大声了后，前脚紧条咧，然后后脚压起来，现场是着噗噗。只是这只大象毋是真正的象，这其实是高科技做出来的效果。Fandest du das schön? Weil ich wusste gar nicht, wie die das machen. Das war irgendwie spannend. Ich habe am Anfang auch gucken müssen, wo das Ganze herkommt und ich fand, das war eine tolle Idee. Also ich wusste gar nicht, dass das so gut möglich ist. It's a nylon material. One side is steamed with metallic particles. On the other side is something what absorbs the lights. And like this you get a very nice contrast and you let them appear now. We have now huge giant elephants and we never had elephants, but it's the tradition of circus. 隆卡里马戏团的想法，其实是为去年美式卡球超级杯贾斯汀休困表演时，以导演的技术，让已经过身的歌手 Prince 会使佫出现。那马戏团甲动物的模样以3D 立体的方式展现，佮加上设计师团队设计的效果，会使讲是精彩的灯光秀。 We have a main computer that is sending signal to each and every one of the beamers. There's 11 of them, and every beamer throws their own part of the show. 隆卡里马戏团伫咧1976年成立，是全球头一个以立体投影的技术取代动物表演的马戏团。事实上，为去年开始，隆卡里就无搁再使用真正的动物上场表演。伊足早就表态，无搁再用粗残的方式对待动物。伫咧1990年就停掉使用生物来表演，高单以科技来取代，而且维持马戏团的传统，也希望会使正做业界带头的人。英俊传统的马戏团伫咧动物表演这部分，通常是上界受到欢迎的一部分。 不过动物定要定定去互训练，而且去互烧、去互凝治，所以真侪国家，亲像荷兰、爱尔兰、墨西哥，最近拢已经明文禁止马戏团使用野生动物来做表演。记者综合报道。拍电影做明星是真侪人的梦想。明尾即马有一间细细间仔的宝莱坞歌舞表演教室，想要做明星的人拢会去遐上课。 How disgusting! You. I hate you. I hate you. I hate you. 囡仔伫练习超过因年会表情，甲无啥别代事，买有宝莱坞的歌舞技巧。即间5层表演教室伫老尾厝，无窗仔门，出入改爬楼梯甲梳化。老师拉沙赫不是导演、编剧甲演员。 加35年来，学生已经破1万人。3只囡仔在学表演，争取伫宝莱坞一堆人的歌舞场景演出，或者是动作片的武打角色，甚至出头天机会。मेरा सपना है टॉप के पास सुपरस्टार मेरे क्लासेस के होने चाहिए ये मेरा सपना है ये सपना पूरा करने वाले 4-5 लोग हैं तो उनको मैं बहुत मेहनत कर 1 2 3 4 5 6 7 8 5层表演教室伫孟买上大贫民区之一的达拉维，则因为是迄2008年全球有名电影《平民百万富翁》的场所就出名。迄当时电影中有30个囡仔演员，是由拉萨赫的表演教室来的。即马有上百个宝莱坞导演会定期来找伊讨演员，大人囡仔、查甫5岁到55岁拢爱，伊变做找出路、安排事件的重要人物。 अच्छा क्लास है इधर डांस सिखाते एक्टिंग सिखाते फाइटिंग सिखाते तो मेरे को बहुत अच्छा लगा तो मैं बोला ठीक है अगला संडे भी आया पे ऐसे ऐसे फिर मैं देखा अरे यार ऐसा एक्टिंग करेगा तो ऐसा पिक्चर में काम मिलता है काम मिले तो पैसे मिलते हैं पैसे मिले तो मैं सोचा मैं भी और थोड़ा ध्यान दूंगा एक्टिंग करूंगा
宝莱坞13亿人口的市场已經真恐怖，這幾年來串流服務下國製造又個清起來，又個有新戰場。Netflix 開始找印度團隊合作，翕電影甲連續劇，拉社會學生又個有真濟演出的機會。最關心報紙來啦，10歲走囡仔馬伊翠就是為5車表演好好出來。मैं बड़ी होके सुपरस्टार बनना चाहती हूँ बहुत ज़्यादा मतलब बहुत बड़ी सुपरस्टार बनना चाहती हूँ। 5車表演學校學費一個月差不多新台票200-300塊，真善只囡仔會當免費上課。老師講，伊上大願望，除了培養超級明星，我希望家己有一天會當是世界級的大導演。記者綜合報道。非洲特有的烏西牛，即馬全世界存無5400隻。但非有一隻烏西牛，在去年，互帕拉的人強提伊的骨骼受重傷，尾啊保育團體甲救起來，好佳哉有救活。这只母的乌西牛正脚受重傷，頭頂的西骨角已經去紅記燈，目睭正無神，正需要人醫治。Every bone is broken in that foot. She had no sole, and this pink part is where there was a piece of bone protruding. 在咧南非克鲁格国家公园的工作人員鬥相共之下，總算把這隻號做天鵝的烏西牛麻醉，替伊把受傷的所在包起來。共這個時陣，用特殊的玻璃纖維固定伊長期的後腳，希望伊會使趕緊好起來。She's sort of really critical to us. You know, the future is in these sorts of animals, is these breeding females. 这只烏西牛天鵝，去年去互發現倒佇咧國家公園，違法拍來的人想要把伊的西骨甲記落來，所以就對伊正面的後腳開槍。天鵝去互發現的時陣，已經特別無氣，而且營養不良，傷勢繼續佇咧惡化。所以這屆大家才用心計較，想要把伊骹腿的空喙醫治又好勢。這屆參與救治任務的，也個包括獸醫系學生，會當頭一手參與延續瀕臨絕種動物的生命工課，會使講是真重要的學習課程。For me, this is something that I'll probably carry me for the rest of my life. Yeah. Because, you know, things like this has never been done. So it's quite important for me as a veterinarian to actually find out what is possible in a 1 or 2 ton animal and what is not. 烏西牛自本大量分布在非洲撒哈拉沙漠以南的國家，體型比一般的西牛更較細。烏西牛的骨骼是真大隻，但這烏西牛的骨骼在咧烏市上懸會使賣到幾百萬的美金，所以也引發大規模違法拍賣。根據世界自然基金會的數據，為1960年到1995年，全球烏西牛的數量減少98%。迄當時全球存無到2500隻，經過保育團體的拍拼，這幾年才轉來到5000到5400隻。唔過也是去互國際自然保護人員 IUCN 列作是極度瀕臨絕種的物種。工作人員希望天鵝的傷勢會使趕緊好起來，上理想的狀況是會使趕緊生產後一代，互烏西牛珍貴的生命會使繼續延續落去。也呼籲人類唔好再想要賺烏心錢，怎啊斷絕其他物種生存的權利。記者綜合報道。同款愛傳承生態也個咱的母語，李江橋台語本教基金會去年有推出台語繪本，真受歡迎。經過一日引起新竹的清華大學請劇團把繪本的故事搬給囡仔看。你看阿某某，好龍行到皮皮轉，但是阿公。看老師用台語講故事，坐佇台下的每一個囡仔攏笑嗨嗨。長期投入推廣本土語言的李江橋台語本教基金會，這擺結合在地母語推廣社團，甲小朋友上教育劇團，用上簡單、互人活滾方式推廣台語文化。那講故事、那演的這個方式咧，要介紹予就是更加儕台語家庭會使來認捌咱台語繪本的重要性啊。從今年開始，有台語台出現啊，嘛有各種就是教育部也是文化部的足儕推廣母語也是本土語言的活動出現以後，後來阮發現講今年要推廣甲囡仔講母語的這個工課有較簡單淡寡。我希望可以多看台語方面的活動。像可能台語的新聞、台語的戲劇，用台語繪本的生活活讀練習活動，除了互親子感情更較好，咪當互囡仔有興趣，鬥陣學台語文。其實阮細漢的時陣嘛是攏是講台語的，甲阿公阿嬷嘛是攏講台語的，啊，這文化咱嘛是要甲傳承落。我是安尼啊，帶我的囡仔來，就是熟悉台語、講台語的小朋友啊，大家做
讲台语。班就真正是足特别的，因为这是母语的剧团，啊是讲囡仔会当讲台语，安尼带来看，安尼应该是会互囡仔讲台语会较有兴趣安尼。伫去年11月出版的阿曲上台语绘本，是市面上第一套采用台语汉字、罗马字合用文体。推出了后，各界学老就要即摆，佮会举行3场巡回活动，互母语文化自细汉定根。记者综合报道。来看今日的温度，伫咧北部的温度上加22度，上悬28度。中部的温度上加22度，上悬32度；南部的温度上加23度，上悬32度；东部的温度上加22度，上悬28度；外岛的温度是24度到30度。感谢乡亲收看今仔日的公视台记台早起新闻，我是柯秀珠，明仔载同这个时间咱再会。